顶礼拜过来，真侪民众三钱去买 ETF。4月7日，元大台湾价值股是00940要上市。不过呢，目前的净值却低过发行价，真侪投资者是真紧张。并且社团自救会顶礼拜五到顶礼拜五呢，已经超过22万人咯，引起外界关注。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，会密切注意投信机构伫销售过程甲有充分公开信息。投信投顾公会也已经和金管会讨论，会去定出目前销售 ETF 的相关规范。特别伫4月7日挂牌上市的 ETF 00940元大台湾价值关系是引起个人消费抢，目前的金额是到1700亿，是创史上的天价。不过，根据元大官网的公告显示讲，00940的净值第一摆是落破10块的发行限制，降到9.97块，真侪投资人是真紧张。并且社团自救会到顶礼拜五已经超过22万人，引起各界的关注。还没有上市的产品，自救会就已经22万多人了，是不是准备要闹事啊？自救会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的诉求是什么，我们会注意他们在销售过程中是不是充分告知投资人资讯。黄天木表示讲，金管会一直在注意投信机构在销售过程中，敢有充分的告知信息，让投资人知影。投信投顾公会嘛已经和金管会讨论，要来定目前销售 ETF 的相关规范。事实上，在今年以来，台股大盘已经起超过1800点，其中台积电就贡献1402点，20台积电是占权重29.8798%，要30%。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美国投资人定定，但一成分股在连续3个月内超过45个交易日的时间内，超过指数的30%，会降做下期指数机会，到时恐惊会妨碍台指期的交易。全世界不止它啦，其实像韩国的三星啊，像 Nesta 也是有一个前几大的，它现在只占30%几啦，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，我们会持续来注意。台股起伫2万点的大关，拜一早盘以小可起0.21点，20228点开出。在情源双雄、联发科、经营股、才宽达股走落之下，指数随震动。黄天木佫一摆呼吁投资人爱注意风险，斟酌选股。不过对未来的景气，同款认为讲今年会比去年佫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